我们是羽球是自学的，我是自学的人，家里的也祖传的自学的。我家的传承就是靠着羽球发的羽球赚到钱的。当然，我对于这个东西也有兴趣嘛。他这么看边，我也这么拥有。我边上看着的时候嘛，就可以这个细数他的这个看边的情况。你最大。我们要使人家相信了，一定要有说服力。你没有说服力的时候啊，你这个根本就是这个人家不会相信你。你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人家就会认为哦，是那么一回事，有这个道理。他一直写信来要我回去，他是给我讲嘛，他说你不是师傅，现在那个时候乱七八糟，你还做什么事？他说要加强的话，你要做事嘛，很多工作都等着你做，你何必去跑到这么远去？你是广东人吗？嗯。你怕针灸啊？嗯。怕针灸要不要针？要。这个手好瘦。换手。肚子有没有不舒服？有没有拉肚子？没有拉出来。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咳嗽？这个是。病人呢，跟我的关系来说，我是不是说一定要赚他的钱？而是我现在有一个观念，什么呢？就是说，所有找我的人都希望这个身体很好，所以我除了给药以外，大部分我都要指导他们如何保持健康，因为这个样子呢，就是说可以把病这个快好，同时后面没有后遗症。3餐饭后好。散文夜吃饭后吃。好，谢谢。不可以吃冰吗？不能偷吃哦，弟弟哦。
被供农校的时候，我教学生作文，本来他是要我教国文的，教国文嘛，他说我国语不够标准。事实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不标准，本身的人也不标准，都基隆中学，基隆中学更有趣了。基隆中学嘛，因为校长是客家人，钟浩东嘛，请到了一批啊老师啊，客家人很多，跟我的国语一样，都是不标准。所以不标准的时候嘛，学生全部都训练好了。所以我在那里，这个我还是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呀，但我标准了。那个是单身嘛，因为单身没有什么事，都讲2个课嘛，多拿2个钱，就像用在这里多拿2个钱，像为我的这个医学方面去这个发展嘛，医学方面嘛，希望在医学方面嘛，弄点本钱，自己改变。这个是第一嘛，你肝脏比较不好嘛，影响到肝这个消化不良，消化不太好，消化不好嘛，吸收各方面受影响嘛，就会疲劳。还有运动了，你不能太胖，一胖的时候啊，一想衰。你要知道，不能太胖的人都爱衰。电话号码叫我叫。叫笨蛋。今天还没有来。他过去一向以来都是帮我白天准备药材的工作，晚上帮我贴药。后来我退休以后就请了人了，请了人嘛，他是比较轻松一点，不过他是还要指导人家。这个药有3、4倍用呢，这个3、4倍用的药啊，不是说请来的人马上就晓得了。3、4倍用的药要认得这个药。这个要知道它的性质，要知道放在哪里，放在哪里要放在哪里啊，不是很简单的，放的很多。所以他现在这个，我们有时候他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他问都不要问我，自己去这样要炸一下，那样要炸一下，自己炸来吃。药啊，先洗的，都切的，用甘蔗拍，甘蔗放来拍。拍咧安尼，有诶爱做，像迄川芎迄啊，迄都爱倒酒落去吼，下咧吹，吹烧烧落起，都爱下咧切，无烧切袂开啊，烧到手人烫啊红光光。因为这较好命，因为这嘛手拢安尼这拢定，拢结咱定扣扣。我们家的书什么都没有，事最多。因为我认为这个怎么呢？要真正要学医学得好，就是要多读书，不是说老师教的老师教毕竟有限的时间。我可以说是博览全书，各种书啊，医书我都博览了，我不是说读一本书的而已，而是有很多有些特别的，这本书讲的跟那本书讲的有些地方什么地方不同，有这个不同的时候啊，就可以认识。这个药还有另外一种用途。我这个著书里说什么？就等于用病名去征服人家。我要征服你，你要相信我，你要对我尊敬，对我那个就是做医师的一样。一定把他的经验，把他特别的地方都写在书上，没有暗卡，没有这个远背。这个是中医一传的一代相传的，都是有这个。
这你说白呀，白手。咱要开药店的时候，伊问我讲，咱要做足千年，还是要做足无用安尼啦？我们钱收少一点哈，就比较忙安尼啦。那钱收又多一点，就比较清廉，就较用了对啦，比较不要那么忙安尼啦。我们这种事情是，这个是要这个慈善有一点慈善那个味道在里头。我说我们这个医病也不是是好玩的，人家是治病的，这个有赚就好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他就照我的话这样讲，好，那这样就收本钱加一点，就这样做。这个药也不是糖果，好，谢谢。这是医病的，要有一个善良的心。蛮长胃痛。胃痛，这个胃拉肚子嘛，胃拉肚子，这个除了胃痛拉肚子以外，还有这么个吐酸水嘛，会切身，X。对嘴长痘。这个你吃东西注意一下，不要吃冰，不要吃冰冷的东西。第二嘛，你这个最好不要吃麦，不要吃粥，不要吃粥。那么这个冷的粥跟刺激性的东西少吃，这样的话你这个胃处会慢慢舒服。当然，最重要嘛，要有一种善心，你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你做任何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要以服务人家为目的。穷苦的人，我如果是他挂号费都不要，我就送药给他也可以。我用医诊的时候，我都送药，都是我自己的，没有补助的，我自己拿出钱。无所谓嘛，这个做善事。刚开始就是从我公公的年代啊，过来就阮老公因啊，就阮的囡仔，囡仔我嘛是为百用注射，就搁压起来，像我咱上惊囡仔发烧嘛，咳嗽啊、扫袂好啊，就注射食药啊，拢食袂好啊，就是阮老公就讲，去医师看，叫医师看啦。就是这样子，吃完以后就有信心了。对你的病情，他抓到精髓啦。我就甲讲，我安怎样爱的，该开的食，就好伊。我就是这样，而且他问得很详细，他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建议啦。有时候我都跟他开玩笑乱讲话，他就还是让你听你在那边抱怨，在那边讲。我觉得医师就是这样，有时候病人啊，好像亲戚感觉也不好安怎样，就黑白念，他就在那边听了我嘛跟你就歹势。那个有些朋友来的时候，他看我在送我的那个遍的人呢，一个一个在点，这个有过世的，那个有过世，那个有过世。哪一个人现在在哪个地方？这个也就是几十年的变化很大。我大学毕业的来台湾的那个时候有20几个人来到台湾，同一届的，现在剩下我没有几个了，没有几个。他本来说要退休不看了，我们说想不看了，他说不行啊，那我们去哪里看呢？科长说他年纪大，想要休息，你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想要休息，那我们去找谁啊？
其实你继续这样子哈，你也好，我们也好，啊，你可以有很多人来找你谈天呢。对呀。一方面我们有毛病也可以找你。是啊，所以现在晚上不看嘛，就白天嘛。对啊，晚上就让他休息呀。这样好啊，这样比较不无聊了。真的，真的。怎么说？为什么会晚上比较不会无聊？为什么？客人来了有话讲啊，不然的话没有客人来，我们2个人那怎么讲啊？也没有什么话讲。年纪大了，真的就会有这种感觉。话题比较多。在这个中医方面，他是很仔细的，他看医生把脉，他很仔细的。我就是喜欢听他说，按了以后就好，吃了药就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就觉得啦，一般好像说会计都是要找麻烦的啦，很多嘛，都是你这个记得不好，哪个地方不好，但是一个人不会，他是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是这个样子，就是帮人家解决问题啊，不是在找你的那个，我是觉得这个样子啊。这边是哪里？这里是一个办公室，总办公室嘛。以前我在这里服务的时候，就在2楼服务。这个也那个时候嘛，是这个还没有，以前是没有建筑起来，这个比较矮的房子，以后才盖的。所以现在这里叫做试用人员。我们进来的时候，试用人员，那么在会计部工作，以后嘛升到股长，那么在调水区嘛。做科长，回来的时候也在这里做会计科长，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是这个转来转去，都还是最后还转到这里。我做教书也好，做公务员也好，写书也好，主要的目的嘛，就是希望多赚点钱，那么把自己的事业基础打好来。公家的钱拿来的时候用家，自己赚来的钱储蓄，我无所靠嘛，我要靠我自己呀。所以我过去的存的钱，就是工作努力的结果。人6点下班，伊拢就差6点10分才出来。奉公守法，足守法。隔壁一个，讲要干讨饼干的盒子啦，人讲，我无呢，我无迄呢，讲。伊婆婆做会计科长，他也无啊！我若无咧共收迄，我若无，我若毋捌咧收迄，我无啦，安尼啦。因大家来讲无啦，伊妈妈伊若无咧共收迄，因头有迄啦，无啦。所以这点是足清廉的，我是真赞成。比是足欠嘛，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啊，先顾家啦。伊像安，伊咧时间足准时啦，下班时间就一定下班就转来厝里。我去模糊咋都无的啦。好多那个阿嬷，他们添了那个新的孙子啊，然后就跑过来，然后希望我爸爸帮他配一点这小孩一些什么保养的或怎么样的那什么八宝粉什么，我爸爸绝对他不会要赚这个钱，他会跟他讲，他会说你的小孩子这个饮食啊、睡眠这些正常吗？他说都很好啊，说那你没有必要增加小孩子的肾脏负担嘛。如果他有不舒服，你带来我看，我们针对他的这个需要，我们配药。那其他你只要让他饮食正常、睡眠正常，这样就好，好好的这样就可以长得很好。千万不要没事就是增加小孩子身体化。我觉得爸爸不会说因为赚钱，客人已经上来了，然后我就配一些什么药，他不会这样子。脉搏的脉吗？没有错哦，因为我看它那上面，它是一个月在一个酉，这是脉的国字是不是？是脉。我现在就是我在电脑上面很多书、很多资料都放在那里。这个出版，因为我是很像是这个什么呢？把它变成了这个简体字，拿到大陆去出版。我们也就是帮忙过，也就是分装那个
药到那个药罐子里面，就是做分装的工作。然后爷爷他都会特别叮咛哦，你们这个一颗都不可以给我少。对啊，他其实就是说，就是怎么讲？他说就不可以占人家便宜，然后就是每一颗我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子。快一点啊，40分钟就到了。就是我放一点给你，好不好？就是还有串什么东西。看你有没有拿呀？我没有拿。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不喜欢好好念书。但是我父亲影响我很深的是，我看很多书，杂书也看很多，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是很严格所以大概一回家吃完晚饭洗完澡，大概就是要专心看书了但是小孩子总是会比较调皮了所以我有一个在床底下有一个大木箱，一大堆书，所以我那时候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那个我小学全部就看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受益也很多了，就是说会学会很多看事情，不会只是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事情，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的去看它的面相看它的这件事情的它的真实的它的面那我们才能找到真正要去解决的一个方式。孩子喜欢读书，他最高兴。他说他们乡下那时候他爸爸给他读大学就不得了了那时候所以他现在也是有这个心情，我说孩子一定要给他读，他孩子要读书多少钱他一定付的，他就不会吝啬的。这个是我父亲的照片的，我父亲，这是我妈妈的照片。我爸爸是非常可以说很辛苦的这个村庄村庄很辛苦嘛，就家里钱不是没有，而是我不是跟你讲，7、8岁的时候我祖父是过世了，10几岁的时候我大伯也过世了，所以他等于在成家立业的时候，他自己赚了一笔钱，所以我爸爸嘛对后代的培养花了很大精神。真正有结果的，就是我大学毕业，其他的嘛，都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了。他努力培养后代，而后代没有报答他，而且很早就过世。我也是他培养我想报答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没有享受到后一代的这个报答。所以人生很难讲，人生的记忆很难讲。所以回馈都没回馈到，过年过节拢很就很伤心的。煮甲迄个开放以后，等了过来都无这个情形。开放第一年他就回去了。我在我父亲身上感受一个最深刻的也是这样子啦，我父亲心存的孝道的这个念头所以小时候我父亲不会掉眼泪，但是只要谈到祖父母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不自主的然后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怀念到祖父祖母对他的这样子的教养。这个就是我爸爸要我回去的吧，现在就来家书。那么这个你这信以后这个做一年小放假有旅费的话，这个要过你寄来。他说我不是食物嘛，这个他说我的生活费用落着没定了，所以要旅费多少就给我寄来。这个就是。对我阿公一直要我爸回去。这个你看问他要旅费多少，他可以赶快寄过给我，马上回去。还好没有回去可能不在了。是。回去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很难讲。已经不在了，他们家的
青山斗争啊，他爸爸就斗争死了。你会想啊？当然嘛，我们是虽然是这个另外的这个七条萝卜嘛，他对我还是读大学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当初能够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希望我来台湾，所以就寄礼费给我，让我赶快回去。按我答应。那个时候已经在基隆中学教书了。烧木嘛，也是一种研究的嘛，因为这个自己神造出神，都会一家乡。父母生出来中爱生爱人以后啊，都冇报答过。所以一条呢，转来这个扫墓呢，也是一个心情哦，摆的给报答。钱已经冇爱用了，只有爱用的心情，就是一个感谢之意。3点10分了，那个还没有写出那个。来做这个。一般你的照片是你贴的吗？这样子会，我爸爸对我的影响嘛，就是说开拳开战，要努力，自己的事业读书要用功，因为我们一腔呢，几代以来，我们家里头都非常注重教育的，所以我们代代相传嘛，都是读书。你拿着那里，你发家全部拿着那里。就这样，茶快要再爷嘛？也1分块多。送到你冇病嘅冇？送唔得哟，送得一直用不要搞，就一点房，哎呀，一条路房子放到一条。这个就是我的房子。
你都不考啊？哎，我的脚嘛，哦，这里是我的脚，我的小孩的，哦我，小孩。哎，这边多好。这里是我的脚嘛。还有谁住？现在他们都不在家，都是刚才以前我跟你讲的嘛，都有一部分走到深圳大厦地方去做生意了。这个啊，现在都是共产党来了以后，我们本来这些地方都是我的了，现在都是不是我们的了。才7、80年了，这个我出生嘛，我不快90年了。然后这个你看看，一个很厚的木头都变成这个铸掉了，这么多年的变化也太大了。这个就是我爸爸亲手做的一个房子的平台。木伞，本来是有一个飘龙发疯的一个东西，共产党来了就把它全部吃掉了。丢掉了，而且是火烧掉了呢，是在说，我说是共产党是在水准太差，那个什么破四旧就把那些全部搞掉了。你本来这里是飘龙发疯的，很漂亮。你看不光是这样子，我们做房子的时候不是有个栋梁吗？上面的一条那个两个空的地方嘛，就是放栋梁的地方，栋梁都给它吃掉了，吃了卖掉，这个也是分担到这种程度。好了，我来摆好了，来拿给我。哪里？我爸爸过世以后，我妈妈就跟着就过世了。等于饿死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对我们很刻薄啊，吃的东西也很少，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吃3餐都是吃饭的，没有吃粥的，以后吃3餐粥，哎，甚至都没有吃。所以那个时候给他们饿死了，我妈妈是等于给他们饿死，我爸爸是这个吃药啊，自杀。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房子土地全部没收了，同时还是要把他抓去坐牢，所以那个情形也被他太厉害了嘛，吃不消嘛。心理上太痛苦了。给他替代看到爸爸係幾多歲嘅哈？佢係佢61呢個。哦，61歲啊！爸爸離開嘅哈唔係多歲嘛？佢係在40呢個佢係能對些。唔前對些，講冇印象哦。咁60歲看到爸爸喎。佢就針對十分激動，那邊都喊家呢阿爸都。叫爸過世啊！佢就現在就是很辛苦啊！要麼苦啊！佢連菠菜都冇本事買。吃飯嗎？佢一食飯是像中年是粥，是飯數子。媽媽去種飯。剛才聽書。剛才他一歲，都11歲過就能讀書了。我讀書。你有讀書嗎？是讀4年級，小4年級。
你冇头。哎，做嘛呢？不当红啊，抢个阿妹做到了个高飞冇本事。有梯奶可以讲，系咪？嘿，嗰实体。乜嘅梯啊？实体哦，个生产队啊，实体用的个都，没同啊建议用的一家户安的个，佢哋连家庭成本又冇提出啊，又嘛个，所以读书啊，冇难读啊。爸爸喺台湾有影响？冇嘛影响，佢以前啊公司的做评审分评到提出就个。分子冇啦。哎。成分冇。成分冇。哎，搞会欠咯。佢以前苦啊，佢哋都19岁就能读书嘛，就开始中用。一想象之中可以人物书都起伏了，尤其是我是这个台湾到台湾去，这个台湾去的儿子嘛，当然是受人家欺负嘛，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一定的嘛，你愧疚也没有用了嘛。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只有用让他们生活好一点，就是这样的事，其他的我们不要再计较那些了。我在家乡买几多栋房子在家乡，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一个生活改善，就这么一回事。你以前是走这条路吗？不是。用走了。路仔啊？路仔一條嘅。一条路啊，按着下下。哦，就一直按着走下。哦，按就能赚到很多地利了。刚才的走路走错了的，那里开始了，下面一直下去了。都是什么？都是我的房子了，都是我的房子。那现在呢？现在还是我的土地嘛。我别叫了，我自己找得到了。以前我要我找不到。当初啊，钱用归完，人家需要的嘛，就会向我们借，借了以后当然要收利息，所以共产党就是把我们收了人家的利息的，因为我爸爸对人家刻薄，对人家剥削，所以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嘛，要清算我爸爸，就是这一种这个原因。这里吗？我都搞不清楚了嘞。就是那一家是我们的，我们看。怎么变掉了？烤药铺的地方是在这里。那你会好给啊？批药，你给阿公爸爸拍啊？哎，以前这里是一条街道嘛，哎，现在都是变掉了，根本变掉了。以前我是小孩子这里成长的嘛，长大嘛，我们房子在那后面，我们有时候嘛来这里，这个给我爸爸帮忙做药，哎。还有嘞？啊？帮忙做药。看病嘛，我们是这个，有时候他帮忙切药也可以嘛。所以你以前技术也变化了，全部变掉了，都不一样了哈。都不一样的啦。你还是这个。看到你的名字哎。是啊，我讲了钱嘛。都合法钱了。合法奶。我讲了2万块钱呢。从哪里到哪里？宜州啊，是这样的，
底下哈补了，啊，补水泥嘛，补水泥，多好法。合法喺個地方係咪？合法一個小村啊。这个吗？但是我们常住的地方就在那边。现在搬过那里面去了，这个是以前做的。世界民族哦，世界民族。可能你们那都搞世界老是行了。以前是希望这里的教育水准提高，那我这里最省的嘛，怎么不希望这里教育水准提高呢？一定的嘛，我一家都是这个读书人嘛。所以你也希望说，你有能力看地方上有能力嘛，希望大家的水准能够提高，是这个意思。把人过拿去，好出专门嘛。以前都唔觉得54嘛，用啊，反正多少用啊，反正还记得更多嘛。哎，对，还有卖是啊，他们那不懂事，把来了的。说爸爸说对儿女当然是想象主导，哎，那有一个人对儿女不爱护呢，不向他们成才呢，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成才嘛。父亲对儿女的辛苦，这个人们有什么感到遗憾呢？因为期望他们努力嘛，他们能够努力当然是很好，真是不努力了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家的人啊，因为我很不孝顺，没有供养他们，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养儿育女，养得这么大了，也是可以赚钱的，她没有享受到，她说我很不孝，就是这样讲的，所以骂我不孝嘛，那个是因为她不知道，我不能提前回去，也不能够报答她。没有办法报答他，所以他认为是，这个是不孝之孙。错还是对，很难讲。我假如我那个时候回到家里的话。也是结束青春到这，可能命都没有。我爸爸妈妈可能是认为我这个对不起他们花了这么大精神培养我们没有得到报酬。但是我另外一个观点，这个好在我出去了，假如没有出去，可能结束到这也就没有命。所以是非呀，很难分。我父亲对儿女的教育非常重要，我也是对儿女的教育非常重要。我能够有这个成就，也就是这个父亲告诉我读书的重要。我希望孩子的也能够多读书，对社会更大的贡献。一个人是品贤、学问两件事情，这个要相拼而成的。你没有注重自己的修养，你读得再高都没有用，那个是害社会、害人。你有修养才能够贡献社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火车平安。他现在都是吃比较调理身体的药吧？是啊。对啊。吃掉爱吃饭有没有？吃饭。吃几碗饭？你一次都吃几碗饭？1碗可以了。吃完应该就可以先休息一阵子吧？可以吗？好这样。你有没有调皮？他是说他要退休了，是因为说这里的病人说希望他继续看，说老医师他才继续看，他可能就是看到说一个阶段说体力真的不行了，可能才会退休。对啊，说这里的病人说一直叫他不要退休。后来我们是精神体力还能够应付，我是希望多做一点事情，那个等于疏散事业，就是希望怎么呢？我现在体力还能应付，多服务一点，不能应付了，就是把它这个停诊了，不要看病人，这么回事。